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5月初6，旧历的4月14，礼拜3。新闻的头一条，扩大纾困申请的头日，各地公所是逼人阵。行政院扩大急难的纾困，今仔日开始受理申请。北中南各地公所一透早就状况不断。这个桃园区公所，佫因为有人插队引爆着冲突。另外有乡亲走军也抓，也是请无气大大。 请袂着啦！啊，倒位无合理？工作证明临时该是安怎请的？有人会是安怎请的？跑了好几趟，想搞什么东西嘛？我还要工作嘞，参加人呢，没有那么多美国时间啦，真的。天气真热，民众火气嘛真大，为着1万块的纾困补助金，唔是只要填申请书就好，我还准备存款簿啊、户口名簿。 以及工作受到影响的相关证明，79岁阿嬷想要领补助金，真正真困难。啊，我就是讲无钱啊，是讲申请看有无安尼啦。申请的流程上过复杂，台北市万华区公所特别将文件放大摆在门口，但是民众也是看无。 可是小姐，这个东西你为难我们啊，所以我就说，因为今天中央要求我们说，我们审查要确实，可是跟民众说条件要放宽，其实我们公所的审查人员也有很大的压力。 初六上路扩大纾困方案，这次补助对象只要是针对受到疫情影响的工作者，无加入军公教、劳动保，无领其他相关的纾困补助，以及加予存款甲收入伫每个月上加生活费1.5到2倍以内，种种条件限制，卖国民众无清楚，指挥官陈时中嘛感觉真麻烦。就贵人算法就麻烦嘞吼。